嘅，中意食甜品多啲啊！暫時其實食嘢食得多咧，都要做運動 keep 下㗎。最近咧多咗人中意踩單車啦，不過最近亦都發生好多咧就係嚴重嘅交通意外㗎。咁入別咧喺斜路上面啦。香港單車熱潮越嚟越熱，嚴重嘅意外亦都越嚟越多。單係舊年就有9個人死於單車意外。上星期日，沙田瑞和路呢一條斜路就發生咗今年第2宗嘅單車奪命意外，死者係一名律師。踩單車成為熱潮，迷上嘅唔少都係有經濟基礎嘅人。阿 Man 今年40幾歲，係一位專業嘅培訓導師。Fanny 佢係時裝店老闆，佢哋都係單車迷，仲專登揾教練學車。點解你而家先嚟學單車嘅？我咧就純粹因為架車靚，所以先開始學。係啦，咁其實以前都識踩單車，不過 road bike 就係另一回事，個平衡要好少少咯，所以要學咯。咩咧？我太太學先嘅，咁佢感染到我啦，同埋我就想身體健康。之前我就好肥嘅，之前220磅，係啊，咁踩單車又健康又減肥，變咗我哋另外我哋兩公婆去唔同地方旅行都可以踩單車，好開心，好自由自在。雖然係業餘性質，但係佢哋對於裝備都好有要求。Fanny 更加將唔同嘅配件襯晒色，全副裝備加埋要幾多錢呢？加埋啊，車架就2萬幾啦，咁跟住啲配件咧就慢慢配咯。咁我係中意粉紅色喎，咁我咪全部都配翻粉紅色咯。仲有我自己咧就中意啲冰冰嘢嘅，但係咧冰冰嘢咧就會有少少重量，所以咧我就好有限度咁加咗少少閃石喺呢度咯。同埋依度，我諗而家，哇！你冇話俾人聽喎，3-4萬，但係喺我啲朋友之中應該係算比較平啲嘅啦。連頭盔都有 bling bling， 真係落足心機㗎。阿 Man 嘅裝備睇起上嚟冇咁搶眼，但係同樣花咗3萬幾蚊，落咁重本，又係為咗啲咩咧？踩單車我覺得安全好緊要，好多裝備都有佢嗰個作用啊，非常重要其實。係啊，除咗技巧啦。所有嘅保護好緊要。咁注重裝備，亦都係同佢舊年發生嘅意外有關。發生嘅斜路同上星期日致命意外類似。最尾一段咧係落斜路噶，不斷好多彎啊落斜。咁我自己個技巧就變咗我碾死咗個單車個 brake 啊，變咗收唔到掣，越嚟越急，越嚟越急。咁變到最尾去到最尾嗰陣時，我就成個跌低咗，成個跌低要棄車啦。係啊，因為危險啊，我覺得。咁啊變咗其實就撞埋側邊嘅欄杆嗰度㗎，撞埋呢個欄杆。咁啊好彩就係個頭盔救翻我覺得係。頭盔撞爆咗，人好彩只係皮外傷。意外之後，阿 Man 揾教練一齊練習。不過咁都唔可以保證意外唔會發生，尤其喺斜路踩車，風險隨時比平路大幾倍，而且唔同嘅斜路危險性亦都各有不同。呢一條就係剛剛出事嘅沙田瑞和路啦。斜路咧其實係點嘅咧？呢條斜道咧就大概1:8啦。咁呢條路嘅特色咧就成條路咧都不停會轉彎嘅。咁個難度就在於咧，因為一個彎駁住一個彎啦。咁變咗你喺呢個彎轉緊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唔熟路咧，就唔知道下一個彎有幾急嘅。所以如果你喺呢個彎轉緊嘅時候，呢個彎唔係好急，你超個速咧，下一個彎太快咧就要出意外啦。除咗個路面會不停有轉彎之外咧，你見到都經常有車啦，中間有啲屋苑嘅路口位咧，我哋都要好小心咁樣去睇清楚有冇車。咁所以個車速控制方面咧，呢啲路段一定要係比較慢嘅車速落先至得。同樣屬於最難嘅5星級新娘潭嘅大斜路，又有咩分別咧？瑞和路不停咁轉彎啦，咁如果你其實經常踩嘅話，你熟路咧，你其實一路都要收住掣，咁喺彎道嗰度咧唔好俾自己太快嘅。但係呢條路就唔同啦，因為咧你睇下咧呢度一條大直路咁落嚟咧，個個踩斜路嘅時候衝落斜咧都好想快，好開心啊嘛。咁但係嚟到下面咧個急彎咧咁急咧，好多時如果你唔係一早收定掣咧，去到個彎道嘅時候先嚟收咧，你就會發覺收唔到啦。咁咧喺個彎道入邊咧，你就會出事，會撞埋欄杆。真係幾危險嘅。係啊。斜路危險，但係如果路面係柏油路，單車總算較易控制。如果好似九肚山麗平路呢一條斜路咁，係石屎路面，咁就更加險上加險啦。踩嘅時候咧，我哋落斜就會經常提醒住啲學生收掣要收足夠，要夠力。
咁如果唔係咧，去到緊急嘅時候咧，架車跳下咧，基本上架車離咗地咧，架車冇咗摩擦力咧，你就收唔到掣啊！喺斜路發生意外，傷害通常比較嚴重，比起喺平地差別有幾大呢？如果斜路嚟講咧，個速度咧可以去到30公里時速，咁啊撞埋嘅時候個速度嗰個撞擊力相當大嘅。喺平路嚟講，通常咧就你踩嘅最快都去到20公里啊嘛，咁相對嚟講係低咗個撞擊力。咁但係無論點樣，兩個相差咧係1.5倍到啦撞擊力。由實驗可以見到，喺斜路上面，模型車下滑嘅速度會越嚟越快，可以將鐵欄撞到好高。換轉喺平路，撞擊力明顯就減弱好多啦。如果一個人體係150磅計算啦，頭先喺斜路撞嗰下咧，就大約係424磅到啦。咁去到平路咧，佢相對呢個車一路減低速度20公里撞埋佢嘅話咧，咁人有150磅，嗰相對嗰個撞擊力都好似282磅到，咁啊相差就1.5倍到啦。如果冇戴頭盔，頭部直接承受撞擊力，傷害就會更加嚴重啦。所以必須要做足安全措施，同時亦都要按照自己嘅能力選擇場地。教練認為車手嘅能力可以分為幾個級別。第一級咧，佢係識踩單車啦。咁基本上你坐上嘅單車識踩單車就叫做第一級噶。咁第二級咧，你會識得正確咁樣操控架單車。咁包括啲咩咧？包括一啲轉彎嘅技術啦。你能夠好自如喺好多人或者好慢嘅車速之下，你都可以好安全咁樣轉彎避過呢啲障礙物。1、2級只係適宜喺單車公園度踩。第3級同時需要具備道路安全知識。行車嗰陣識得打手勢，就可以踩單車徑或者係馬路啦。再加上充沛嘅體能，就可以成為